請你唔好再睇財報炒股。其實睇財報炒股嘅人只係賭緊大細，大戶用電腦呢，即係一瞬間就分析晒所有資訊啦，即係控制晒市場價格啦。你仲喺度慢慢人手睇財報，覺得自己好聰明，分析到好多細節。但係現實係，當你睇完財報諗住入場嗰一刻，人哋早就完成晒交易，留低俾你接火棒。你研究得幾深入都冇用，因為你睇緊嘅只係過去。市場行得太快呢，資訊永遠滯後。有另一類炒財報嘅人，就係貪佢波幅夠大、夠刺激，亦都係我最撚憎嘅一種人。當你連風險控制、倉位控制咩都唔識，就學人入場，最後只會損手爛腳。因為財報咧本質上係充滿未知數，太多不確定性。你唔可以單憑過去財報嘅結果就斷定未來都會一樣。你要知道，當你想靠財報賺大錢嘅時候，你只係個賭使，並且入咗一個冇止損嘅賭局。聽我講，財報唔係賺錢信號，佢只係俾市場用嚟收割情緒嘅陷阱。真正嘅贏家唔係睇財報嗰啲，係識得忍、識得等、識得唔亂嚟嗰啲人。與其包裝自己為價值投資，不如學識點樣控制自己情緒同風險先，咁樣先可以做長勝將軍。如果你想更深入學習股票同思維成長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仲要撳埋個鐘仔。我係廖太元嘅龍。